喂，阿千嬅，若果你下年咧再舉行演唱會嘅話咧，我提議你咧就應該就唔使同阿古天樂咧再打嗰啲，就改為炒渦輪。阿古天樂同埋楊千嬅表演炒渦輪，咁啊楊千嬅咧就 call 輪，古天樂就 put 輪，一個 call 輪一個 put 輪 ，call 輪 put 輪 call 輪 put 輪 call 輪 put 輪，然之後出埋隻碟叫做柯包渦輪，就唔使揾阿禮做監製，我知佢想換嘅應該係，就改為咧就不妨咧邀請亞洲股神四叔李兆基監製佢嘅唱片，隻碟咧唔使歌名㗎，全部得啲 number 喺度。我包保啊，千嬅下年啊，叱咤頒獎台有得上啊！到時啊，若果佢上嚟嘅話，一定要多謝佢嘅唱片監製四叔李兆基，當然仲有佢個保姆徐子淇。你腳頭真係好啊，帶挈全香港人發達啊！真係。2007年全民皆估，我哋又一齊睇下，大家估唔估得中？喺過去嗰一年，叱咤903最追捧嘅係邊幾隻 number 好嘛？叱咤樂壇組合同